是许巍老师，又到了微笑生活课语的时间了。今天许巍老师要教的是我们在晚餐餐桌上的亲子对话哟。首先呀，如果我们小朋友喝了妈妈做的这个汤，好好喝哦，还要再多喝一些，怎么说呢？妈妈，我很爱饮汤。妈妈也可以说阿妹，爱就是我，很爱就是我，还要来跟着我念，爱很爱饮汤就是要喝汤的意思。再来咯，哇，妈妈今天的红烧肉特别好吃，赶快给妈妈赞美一下哦，而且说客家话，妈妈会更欢喜哦。今本你的空肉当好食，再加这么很好吃的声音，今本你就是今天，今本你的空肉，哎，跟我们说闽南语的空吧很类似，空肉当好食。懂后生 yummy， 好好吃哦！再来咯，妈妈可以跟小朋友说，哎，自己夹点虾来吃，好不好？夹到位下公来食，夹到位下公来食，夹就是夹的意思，夹到位夹一些下公就是虾肉，再来夹一些青菜来吃，夹到位抢菜来食。夹到位抢菜来食，夹一些青菜来吃；夹到位肉来食，夹一些肉、鱼肉来吃，会了吗？很简单哦。接下来，徐伟老师要介绍一个客家话，骂人的话。虎溪头，字面上的意思是胡须头，满脸长胡须吗？意思是指这个非常难相处、超龟毛的人，大家就很讨厌跟虎溪头这种人交往哦。英文有一个片语呢，叫 get along with， 这个人就是和他交往、和他相处，所以这个人是个虎溪头，也就是英文说的 He is hard to get along with. He is hard to get along with. 就是我们客家话说，这个人真是个虎须头。有没有跟徐老师念呢？虎须就是胡须的意思，头就是头，所以虎须头就是胡须头，意思就是指非常非常的龟毛哦。希望呢，你可不要被人家说你是个虎须头。今天就学到这里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嘴巴要借我，拜托咯。下一次我们在餐桌上秀个几句，把大家吓一跳，好不好？第一句话，妈妈，我还要喝汤哦。阿妹，我很爱饮汤。今天的红烧肉好好吃哦，今本你的烤肉当好食 ，yummy， 夹到位下公来食，夹到位抢菜来食。夹到位肉来食，哪种人很难相处？虎须头对了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希望你按这声音张来了哦。